再来看另外一个社会新闻，这款麦克笔相信乡亲拢知影，捌看过。伫新北市三立堡警方伫扫乌跨区到台北市掠这个帮派分子，当场抄入咧麦克笔的炸弹，嫌案就是看准这款的武器呢，较袂好警方发现，又搁方便炸，导致这款麦克笔呢到颈啊放火药，真啊日落去3秒钟了后，就爆炸。 这支看起来敢若一般的麦克笔，笔讲顶面的标签都还袂贴，无讲根本唔知影讲这支笔是炸弹。上膛了，小心！不知道。新北市三立堡警方执行扫乌专案，跨区到台北市搜索，掠到帮派分子，搁因租厝的所在为拖底。 抄到一支的枪支，规间房间袂输小型的军火库，面床顶嘛放真侪改造枪支的技师。上届互警方着惊，就是这支麦克笔。 范闲提醒说，那个是爆裂物之后啊，我们才赶快请这个刑事局的防爆小组前往处理。这支麦克笔炸弹行情价讲要5000块，嫌犯先将笔芯剃掉，到颈啊内面接防止芯铁剂到乌火药，只要笔挂日落3秒钟就爆炸。那这个在短距离内可以造成蛮大的伤亡。 头一摆抄到麦克笔炸弹，警方唔敢带伊防爆小组全副武装赶到现场，真细致伫处理，就惊讲发生意外。警方阁抄到2支改造的底枪，也有真罕见的名片枪，以及32粒的枪支，连土制炸弹拢有。22岁姓高嫌犯年纪轻轻，就真侪项前科，阁有乌帮做枪手的外号，即马互警方抓起来，嘛避免这伤人的武器流入市面上。跳哪边有？